因信得生。希伯來書10章36到39節。本篇出自邱放河牧師1994年出版靈修作品集第2冊，入廠維修。早兩日喺高速公路上面飛馳嗰陣時，遠遠見到前面有好多架車嘅尾部着起咗白燈。呢個要講下，以防大家唔知，就係汽車後退嘅時候，車尾就會着起白燈，呢個係倒車燈。我立刻就將架車減速，而且觀察下路面嘅狀況，睇下點解會有咁樣嘅情形出現。原來喺好遠好遠嘅前面，嗰啲車係塞到水泄不通，所以好多車呢就倒後行，打算係退到先前一個路口嗰度，跟住就可以出去繞路行。我見到咁樣嘅情景，亦都跟隨大家嘅動作，即刻入咗後波倒後行，好快就出咗路口。當我架車行喺順暢嘅路上嘅時候，我就諗翻起頭先所做嘅，豈唔係好似今日好多信徒所面臨嘅問題一樣咩？當信徒接受咗主之後，踏上呢一條屬天嘅道路嘅時候，佢同時都踏上咗一條爭戰嘅道路。正如保羅對提摩太所講嘅，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呢個人就會受到魔鬼諸多嘅攻擊同埋試探。每當遇到呢種此路不通或者係死路嘅牌立喺生命歷程之路嘅路邊嘅時候，好多信徒就會選擇後退嚟去避開呢啲難處，以為咁樣就可以將個問題解決。冇錯，揸車倒後行的確係可以借助運路行而可以更快咁樣到達目的地，但係咁樣嘅方式用喺屬靈生命上嘅時候就係行唔通嘅，因為喺屬靈生命上唔向前追求，唔參與服侍，唔熱心反省自己嘅言行嘅話呢，好快個信心就會隨流失去，唔會再生發任何對魔鬼產生威脅嘅力量。希伯來書嘅作者對信徒蒙咗光照之後所遭遇嘅大爭戰係有幾咁了解，我哋都知道。當然佢自己亦都一定係曾經經歷過咁樣嘅苦難同埋爭戰，而佢對當日信徒嘅忠告就係要佢哋存住勇敢嘅心同埋忍耐，努力向前，直到行完咗上帝嘅旨意，就會一定得着大賞賜。冇錯，面對住今日令人困擾不安嘅生活，我哋係要藉着信心先至可以勇敢咁樣向前追求。呢一個唔係咩有新意嘅教訓，因為我哋本來就係因信得生嘅，而家只不過係堅持呢種信心，喺艱難嘅環境當中，喺困苦嘅生活裏邊，亦都仍然唔會因為灰心而退步咁解嘅啫。主耶穌曾經話：凡不因我跌倒的人有福了。我哋豈不是更加應該堅定咁樣用信心嚟行落去咩？